我跳馬幾85歲就快86歲啦，我成世人基本上都係食全肉，因為我就係唔想食生果同蔬菜。好好笑嘅係，我10歲嗰陣屋企人帶我去睇醫生，因為我瘦蜢蜢又成日周圍走，但係我除咗肉乜嘢都唔肯食。同埋脂肪，我連哥哥啲牛肉上面嘅肥膏都食埋，因為我想要我做食牛油食好多牛油。阿媽成日喺牛油旁邊擺定一隻羹，因為佢受夠咗牛油上面啲手指毛。細路仔知道自己需要乜嘢，之後嘅嘢唔使多講，我就一直咁樣食。你真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證明全肉飲食可以為女性身體帶嚟啲乜。我喺網上出帖嗰日成日遇到一個大問題。我知你最有資格回應，最常見嘅負評就係貝拉，你先20幾歲揸呢種飲食有效史係因為你後生，好想睇下20年、30年、40年之後，你仲得唔得？你會點回應呢啲留言？我回話，我先至係正常嗰個，我未必係平均，但係我係正常嘅人，本來就應該係咁。80歲、85歲、90歲只係中年。我阿媽96歲嗰陣仲幫我裝自繞筒餵牛。佢唔係大隻嘅人，佢係音樂家歌手，一個好靚嘅嬌小女人。我好識佢，佢令我屋企充滿音樂，所以我真係想拉呢個女仔返屋企。我會效反好阿媽部鋼琴，等佢再次令我屋企充滿音樂。重點係我先至係正常嗰個人，本來就應該有呢種能力。你唔使好似我咁日日徒手搬2噸半穀物餵牛，淨係食肉就得，得嘢肉都得，唔使係軟肉。我同老公食嘅肉大部分係免治牛肉。你或者會話，反正我咁食都冇事，個個人唔同，唔係。如果我攞嗰啲嘢餵我啲牛，佢哋1個禮拜之內就會死，嗰啲唔係合適嘅食物。簡簡單單就好，你會發現多出大把時間。唔使行超市，唔使執嘢，唔使諗餐單，係乜嘢令你一直堅持全肉飲食唔會被世界嘅講法影響？我冇時間去睇醫生，我啲仔女都從來冇睇過醫生，我冇電視冇收音機聽唔到嗰啲嘢，亦冇人同我講大道理。而我返學嗰個年代，嗰陣仲未係大學同學生洗腦嗰個年代之前。所以由10幾歲開始，我想食乜就食乜。我哋唔捨得食自己啲牛，我哋去打獵，後嚟規管越嚟越多，同漁獵部門有過啲衝突。我嗰陣諗，呢度係我哋嘅地，冬天係我哋餵緊呢啲動物，我哋理應可以養活自己一家人，因為我哋食唔起自己嘅牛肉，所以打獵打到乜就食乜。啲仔女就係咁樣大㗎。我啲細路斷奶之後先食蛋黃，消化到之後再食蛋白，然後俾飯條少少嘅肉骨，佢哋餵骨髓餵脂肪，佢哋食到唔停口。我有2個女，18個月大已經講嘢好流利。我仲以為咁樣好正常。最開心嘅係中課全部係茂黑負責，但係我跟過佢幾次，因為想見下呢啲客人。而家佢哋差唔多全部都係純全肉飲食者。有次佢送幾箱牛肉去一戶人屋企，一個4歲一個8、9歲嘅細路見到佢嚟，開心到跳嚟跳去，有用啦，有用啦！嗰一幕幾乎令人流眼淚。本來就應該係咁。你想我哋呢班已經相信全肉飲食嘅人做啲乜？將呢個理念傳開去，好好食肉，做最好嘅自己，因為咁樣你先可以成為最好嘅自己。我阿媽係咁，我都係咁。你啲肉要喺來源清楚嘅地方買，我哋要返返去啲小型屠房。美國人可能唔知乜嘢係小屠房，即係迷你屠宰場、牧場主自己將啲牛送去。好似我哋一次送3隻咁，喺嗰度妥善咁屠宰、分割、包裝、雪藏。以前市鎮有啲儲要櫃可以將啲肉寄存喺度，因為嗰陣屋企冇電冇冰箱。如果我哋可以要過嗰啲大型加工廠，佢哋啲錢投咗喺，好似泰森食品係中國資本持有嗰啲冇所謂，但係佢哋投資咗植物肉同實驗室人造肉。牛肉令佢哋賺唔到大錢，因為牛肉由屠宰嗰一刻開始已經係完美嘅，所以要過佢哋。如果你係消費者係食全肉嘅人，
去揾本地嘅牧場主話，我出呢個價買一隻牛，可唔可以送去呢間屠房做下功課？以前每條村鎮旁邊都有屠房，城市周圍都有3-4間小屠房，鎮入面仲有肉檔。家庭式士多、家庭式餐廳全部都冇晒啦，而家全部係連鎖店，啲牛肉全部嚟自中央倉庫。所以當你去啲大型連鎖超市或者沃爾瑪，你根本唔知啲牛肉喺邊度嚟。如果係本地肉檔，問下老細啲肉批發自邊度。如果係嚟自大型加工廠養大嗰隻牛嘅牧場主，根本攞唔到錢，佢哋只可以攞到配給嘅價錢，而嗰啲大多數時候連開支都俾唔起。既然牛價而家咁高，佢點解唔索性唔做，還清啲債，搵份少9萬5嘅工，聖誕有假放，整親腳趾可以有薪喺屋企休養，頭痛都可以有薪請假，仲有2個禮拜有薪大假。聖誕節仲放假，我就從來都未放過聖誕假。點啊，唔通我可以唔為忙咩？梗係要出去啦。而聖誕嗰陣通常係零下30度，所以要令牧場主覺得值得，等佢俾得起飼料錢，交得起歲月味，仲有啲成件事嘅重點係讓牛幫牛接生嘅牧場主同牛仔一定要同織牛肉嘅人連成一線，因為全肉飲食嘅群體係咁上升緊，但係牧場業就係咁跌緊。20年之後就唔會再有牛肉加工廠同大企業完全唔在乎，佢哋一早有後備方案人造肉。如果你以為可以靠嗰啲嘢過活，冇可能。講到牛肉，成日喺出面走或者準備去旅行嘅朋友，應該都想揾啲優質又好味、方便攜帶嘅全肉小食。每條片都有人問我呢樣嘢，所以我想借呢個機會分享我最愛嘅全肉能量條。就算忙到冇辦法好好煮一餐乾淨嘅全肉餐，我都會帶住佢。無乳清蛋白粉、無垃圾成分、無種子油或者填充劑，淨係得全肉材料，要牛肉同牛脂。如果想有多啲味道，好似我老公咁食動物基飲食，一定要試蘋果派同藍莓口味，一樣咁健康、乾淨又好味。呢款日常裝係佢哋嘅新品，買套裝嘅話每條大約$5同經典款一樣，用我嘅優惠碼經下面連結競購仲有折扣。而家唔係70人有病，係90人有病。就算有啲人身形幾好，又去健身房做運動，啲長者又去打高爾夫球，佢哋其實並唔健康。我愛人類，但係我唔係咁擅長同人相處，因為人痛苦嗰陣就會有你。佢哋點解咁痛苦？唔係話全肉飲食可以醫百病，但係你將毒素擺入身體就會搞出問題。講唔講得通？太講得通啦，呢啲係常識。好，但係如果你唔健康，個腦唔靈光，就冇常識可言。冇常識，冇批判思維，啲腦細胞去唔到應有嘅速度。我啲孫而家都40幾歲，啲新孫仲返緊學。佢哋有啲人身體唔好，呢樣嘢令我好難受。所以我嚟問全肉飲食社群嘅各位醫生同朋友，你哋係點做到㗎？點樣說服屋企人？我說服唔到。佢哋話：阿媽你一直都係咁。我阿媽都係咁，佢96歲嗰年離家出走，搬去氣候好啲嘅地方，因為佢受夠咗攝氏零下60度。佢住咗入老人院8個月之後就走咗。我哥哥82歲住入老人院，嗰個年紀先係中年咋。如果佢留返喺屋企，真人真事，呢度正常嗰個係我，你唔覺得咩會嗌？真㗎？如果罵嘅你心諗，或者我真係應該試下全肉飲食，又或者你準備再試多次。等我分享開始之前，必知勁個簡單貼士，你要真係全肉，而唔係大部分日子全肉。如果你禮拜一展食牛扒，週末就食薄餅，
飲啤酒又食甜品，你就係不斷重置平日嘅進度。隔幾日就將身體拉返去糖代謝，就唔好指望佢可以完全適應用脂肪做燃料。第二，第一次真正開始前用飲食嗰陣，要有先差後好嘅心理準備。戒咗碳水之後，身體只會承燒脂肪，胰島素下降，腎臟開始排走水分同鈉。實際感受就係精力下降，攰過平時，頭痛抽筋。呢個可能係人哋太早放棄全用飲食嘅頭號原因。但係我保證呢啲係暫時嘅，對大多數人，尤其係牛扒牛油幫嘅新成員，2-3個禮拜之內就會消失。直行啲就係又快又簡單嘅方法，但係對於忙碌嘅朋友，我強烈推薦用優質嘅電解質補充劑。呢款就係我推薦嘅，救咗我好多忙碌嘅成員，因為佢真係好易帶好易用，就係一小包，支開倒入任何飲品、上鏈、咖啡茶乜嘢都得。佢幫好多新手捱過初期嘅適應症狀。我個人淨係推薦呢款原味無添加，冇甜菊糖冇調味，淨係得身體需要嘅3種電解質。呢樣對全肉飲食最理想，因為最好唔好俾甜味刺激味蕾。買嘢做餸免費試用裝網址喺熒幕上面，連結都喺下面。第三，確保真係食夠脂肪。好多人好疑惑，因為見到好似我牛扒牛油女孩咁一日食成條牛油嘅人，唔知自己應該食幾多脂肪。一旦屙爛屎肚屙，嗰個就係身體暫時處理唔到咁多脂肪嘅最明確信號。咁係咪代表你永遠唔可以食咁多脂肪？絕對唔係，身體適應力好強好聰明，但係樣樣嘢都需要時間。與其學我日日飲食成條牛油，不如每餐先加1湯匙牛油，食幾日之後每次加半湯匙，一路觀察自己嘅感覺同大便狀況。第四，確保有支持你嘅環境同社群，同識全肉飲食親身行過並且得到療癒嘅人埋堆，成功同堅持嘅機會都會大好多。我好清楚堅持有幾難，我哋牛扒牛油幫每個禮拜都真係有戒糖癮通話，可想而知戒糖癮有幾難。每個禮拜都有成員偏離軌道，但係只要有個社群喺度，無論發生乜嘢，都有人扶返你起身，拉返你上軌道。第五，學識煮自己中意嘅好味餸。食慾疲勞真係存在，我自己經歷過，亦每個禮拜見住啲成員經歷。強烈推薦沙克，大型超市有啲好正嘅急凍野生蝦插成包，擺入雪櫃當雞尾酒客咁食，點檸檬汁辣醬或者用咗嘅牛油。當你一啖牛扒或者免治牛肉都食唔落嗰陣，呢個係避開紅肉忌路嘅好方法。另外可以食生意製品，對食滯咗肉嘅人係一大解脫，生意落好正。仲有生開匪夷三見，如果你想食甜啲嘅甜品，仲可以睇下我喺頻道教過嘅幾百個食譜。番茄薄餅蛋糕、芝士蛋糕、法式燉蛋，標準美式飲食入面你中意嘅嘢，我全部都全入化咗。想要更多嘅話，我本食譜書而家開放預購啦，連結就喺下面。多謝大家收看今日嘅影片，下條片再見，拜拜。